近年嚟成日都發生網絡騙案，究竟我哋可以點樣去預防呢？網絡騙案又分邊幾種呢？參加咗香港警務處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嘅培訓之後，我對以上嘅問題都加深咗了解。其實要防騙，我哋係要提防一啲陌生嘅連結、來電等等，亦都要有良好嘅數碼素養，要保持尊重，提高警覺。令我驚訝嘅係喺2024年，科技嘅罪案係佔整體罪案嘅36%，比2023年低，證明市民都慢慢學識到防騙。但我哋都唔可以鬆懈，要繼續努力去推廣同埋實行防騙。除咗呢個培訓之外其他培訓對我嚟講都係令我獲益良多。例如我哋參觀咗 TVB 嘅新聞錄影廠，學識咗點樣分辨真假新聞，擁有咗批判性思維。喺另一個培訓我學咗要擁有正義嘅品格啦，要盡公民責任等等。我仲學咗一啲毒品嘅特性、佢哋嘅影響，以及一啲防毒嘅技巧添。總結嚟講，我好榮幸可以成為第2屆全港學界公民教育專員選拔賽嘅100強學生之一。未來我一定會盡好公民教育專員嘅本分，推廣良好品格、愛國精神。多謝。